點啊，黃生？故事主人翁黃伯一直都好依賴佢嘅保險經紀幫自己嘅工場購買勞保。有一日，工場不幸地發生意外，佢先發覺原來出事嘅機器喺保單度係屬於不保事項，即係保險公司唔會因為涉及呢部機器嘅意外作出賠償。保險公司話唔包喎。黃伯嚟到保險業監管局投訴佢嘅保險經紀，冇向佢解釋清楚保單條款。保監局隨即進行調查，發現原來黃伯以往多年嘅保單都有保障涉事機器，但係新買嗰份就冇。而佢嘅保險經紀對工場機器同黃伯從事嘅行業都唔太熟悉。你知唔知呢部機器咧叫咩名、咩型號？唔知。個案上到去紀律處分委員會，決定暫時吊銷呢位經紀嘅保險中介人牌照。其實喺保險監管機制入面，公平待客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則。持牌保險中介人必須以客戶嘅最佳利益行事，包括清晰講解保單條款。喺呢個個案入面，嗰位保險經紀就冇盡責任，未能夠達到呢個監管要求。而作為投保人，如果想更加主動同積極咁保障自己嘅權益，就應該仔細閱讀同了解保單條款，包括保障範圍同不保事項，確保自己係清楚內容，買一份切合到自己需要嘅保單。千祈唔好過分依賴保險中介人，無論係投保、續保，亦或係索償，都應該主動了解保險公司嘅要求。有需要嘅話，亦都可以直接向保險公司查詢㗎。